今年咧有兩大熱詞，第一咧就係消費降級，第二咧就係情緒價值啦。通俗嚟講咧就係慳啲使同埋好滿足。睇落去似乎矛盾嘅兩種消費行為咧，有冇可能同時擁有呢？咁就唔可以錯過惠州中原聯手騰雲舉行嘅618年終福利活動。除咗有筍盤推薦之外咧，通過騰雲成交，仲送全屋冷氣加一部75寸嘅大電視，一次過做到慳啲使同好滿足。今期筍盤推薦就係吳越萬達商圈公立學府現房衡潤悅府啦。前面幾期咧就同大家介紹過格局超正嘅戶型，今期就同大家介紹周邊配套 ，Let's go！ 步行10分鐘，大概800米咧，我哋就嚟到大灣西區第5小學啦。大灣西區第5小學咧，總建築面積約1.8萬方嘅，總共有6個年級，30個班。樓盤周邊咧有多個大型綜合商場，包括吳越、萬達、天虹、大潤發一庭咁。喺吳越可以打邊爐，可以健身，可以唱 K， 甚至買彩票。喺萬達你可以飲嘢、食飯、睇戲、買衫，甚至買車。樓盤離惠陽站咧大概7公里，車程20分鐘左右嘅。喺惠陽高鐵站咧，大概只需要1個鐘頭嘅車程咧，我哋可以去到香港西九龍站，票價128蚊。樓盤咧針對618活動咧，我哋推出咗一批嘅特價房嘅，首期只需要1萬蚊，月供2400蚊左右，單價咧6000蚊。如果通過騰雲成交咧，我哋可以送你全屋嘅冷氣同埋一部75寸嘅大電視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樓盤嘅優惠，請記得關注我，之後咧私信